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今日咧嚟到研究一個美濃靈山咧山後嘅故事，課文一時一語，用客家實驗法對照錄音，提供俾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嚟做個參考嚇。大家都會知道咯，客家話、白話語文了解啊，能夠對客家戲劇有充分表現嘅功力咯。今日就講一個戲劇文章，就話一個在美濃靈山後背嘅北片係三南鄉，靈山登高風景相當正。向南邊一看，做得中南美濃嘅風景，空氣又相當好。有幾多後嘅係啦，在呢裏。唐中宗嘅老人家講啊，在50年前，在靈山登項嘅也係嘅，不是就會下山到山下腳來投食人家嘅東西。甚至其實呢，說來說去啊，係為同人之間就有熟識嘅。有一日，山登過中原後嘅區裏邊，看到山腳下阿孫伯呢個人已經半夜嘅，做乜嘅燈火亮寒暗光，趕緊向後王來做個報告。報告太王，唔看，已經半夜嘅，山腳下阿孫伯呢個人呢？燈火亮寒暗光，咁怕有發生乜嘅大事哦！大王看了一下，係啲火寒暗光有影哦。帶染到山下嘅客家人，平常時節對外人個慈悲，嚟等去投食伊嘅東西。不但冇個惡相嘅叫人人走，還會拿東西俾人人食。中人呢邊講啊，也種人相當同情嘅人，有特會講哦，係為冇講冇種，愛食就不給食，一定食哩。嘅係我講，中人係為，你下係嘅人。係為應該愛敦親睦鄰表現呢事實咧，總係係為，我報告都講啊，大王乜嘅安多敦親睦鄰咯，敦親睦鄰就係互相照顧啦。總係講哦，講到安全用，愛乃談藝術啊。命令，係王就講命令，趕緊下山去打探看嘅家人，到底發生乜嘅事？看有需要幫忙嘅忙，一個呢邊中央係為咗準備就下山咯。中央係為打量下觀察嘅，中量下見到。就來到山腳下呢個阿孫伯嘅屋下嘅藥堂邊，慢慢呢白上邊，對從嘅碰空一看，世上物主都係唔是看過人冇着衫冇着褲，一時看到時。一時我唔係傻哈哈，太手有搭太力勁有重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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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會開眼納事哦！啊，孫伯頭拿我起來一看，開眼嚇到一下，我老到媽嘅妖魔鬼怪，人呢就係唔嘅隻
专门投杂爱嘅木瓜，想想本爱作到嘅几杂个木后啊，含感受少嘛嘅喏，总嘅係會講啊，就一面笑一面講啊，哈哈哈哈哈哈！我笑等人生到不得不切嘅魔啊，嘛嘅意思咯，講本嘅他，我等不得不切，總嘅係話都講唔看，我等係話是嘅魔生到鬼神呢，有講有等一下，嚟會唱唔等。頭那行生一隻，冇有生一隻，樹下下有生一隻啊，肚子底下有生一隻啊，哈哈哈！實在快看，有小可哩，哈哈哈哈！都幾難。阿孫伯講，切家就做驚嘅，看呢一下，係喂，本意講啊。我看也冇唔錯個，哦，也錯個，係會要繼續睇上嘅艱難，哈哈哈哈哈哈！啊，要改好社會，啊，孫伯就講，要乜嘅改好社會，改好難嘅喏，強開講出來本來談看那事，總然係會未必啦。就講我等係為嘅師傅啦，平平有得切啦，鳳鳳，當將好看。唔等人嘅師傅咯，生啊，就像時怪樣嘅，有良殺，錯啊下唔會打到乜下。啊，孫伯就講，我等人嘅師傅。雖然生到像時怪樣嘅，人通多，錯啊下像錯碰你一樣哦，有乜嘅好社會啊？呢邊做人係嘅，有見少有見難見講，還有，我哋係為嘅面啊，生啊才後輩，唔等人嘅面咯，因為生啊。才頭前咯，同時唔等人嘅面拉到你嘢，有係嚟打劫啦喎，哈哈哈哈哈哈！冇事就好，我愛來這位，那係再唔到，會開眼那事喎，哈哈哈哈哈哈！一隻總人呢邊係嘅，就離開山腳下。阿孫伯嘅屋家，家大環茶嘅中間度鬼轉山丹個，向後王同西藏嘅後西藏鄧小時嘅後嘅後子後孫他家嚟報告西藏嘅報告西王，挨下山挨至山腳下田野調查轉來嘅。山腳下嘅家嘅客家莊，到底發生乜嘅事呢？係王將嚟問，總係講啊，報告睇王，一切平安無事。但係發現呢一件天大改好社會事情，用白講，平安無事要改好社會事，總然係為到恩人都是。有少無聽，哈哈哈哈哈哈哈！係話個，還唔強係講，要行財嘅難物嘅咯，睇下睇起，哦，我將所看到嘅言題，一時報告本睇王一級，他家嚟談，總後他家談嘅以後。要瘋狂睇笑，拿相同保險在體內行，見真見笑。要為上書怕體力緊要嘅書怕特見笑，笑到乜嘅生
后生出队友。后王就讲：后诶，后子后孙，夜下半夜喂，大家好去水木嘅。后群就讲：好，各个带领小生离开现场。后子后孙大家听到中央后卫嘅报告，受到赞赏赞下，有位赞到山崖爬起嘅，由于系半夜时，天色暗暗，后王想起所以，天意早晨后太王钦点后嘅杂书时，一道杂事。一到后子后孙，都系白手白脚，慢慢的爬来报道。一个时间，后王杀蛮多错安部的报告，怪唔得后子后孙大家会受伤，一家不知不觉又退守出来，险险望落山脚下。以上呢故事向大家报告，非常感谢大家。神夢按知識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